Eason 澳洲開 show 靚聲。做人沒有苦澀可以嗎？真想不到當初我也討厭吃苦瓜。當睇清世間所有的理由，何用再怕？珍惜恒定的心境，苦過後更加識。萬般過去亦無味，但有你會留下。今天只記得一個人跳着這段生活。Eason 上個禮拜去咗澳洲嘅奧克蘭、柏斯同墨爾本開 show。喺柏斯嗰站，哇！煙包喺佢褲袋度爆啊！哈哈，角度問題啫，冇事。開 show 之前 ，Eason 已經喺澳洲拍咗成個禮拜嘢噶啦。當時香港又傳出佢聲帶有事，但佢太多嘢做，唔肯睇醫生，擔心死歌迷咯。睇到狀態咁 good 就知冇事啦。Eason 仲話叫 fans 唔使擔心，佢攰就會去唞啦。